啊，这个5倍券都也未发放咧，中华的宝岛就抢一部新，发予这个民众每一个人500块的纾困金，大家是笑甲嘴啊利西。啊，这个隔壁的溪州乡嘛按算要提案对咧做，要发予乡民加倍关怀礼金1000块。若是这个案来通过，到时阵中华溪州就是全彰化县纾困的礼金发上最乡镇。你领足侪份的呢？系啊，都拢较损啦。一礼拜前，中华县宝岛镇发予镇民每一人500块的纾困金，有民众一手体，规家伙领12人分6000块，有够欢喜。甲厝的人同齐领吗？6000。看到别人伫领红包，会互人真心善。毋若宝岛镇尔，溪州乡嘛要发纾困金，而且是要加倍1000块的关怀礼金。宝岛之前至少拢有咧发，咱溪州拢无，顶年就拢有咧甲乡长建议啦。有支持乡长这个做法？有啦，出12个咧。12个咧哦，加会就万二。加6000嘛，真好啊。乡公所的提案早起嘛，伫乡大会正式表决通过，溪州乡变成全彰化县发上济乡镇。希望说溪州乡民对我们这次的提案，对以后我们溪州乡更进步还有热闹。是讲这个提案差不多要开2900万块，乡公所敢有这条钱？原本的有1亿5千万的定存，还有大概说也是差不多1亿5千万的一些活用的一些税收啦，所以大概乡里面大概有差不多3亿左右。受到疫情影响，各地拢受伤，中央5倍券也未发出来，等政府赶紧发纾困金，好民众伫中秋前领一个红包。